我觉得两个人有没有要走一辈子，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很多的相处，还需要很多的观察。就一路上真的就是边拍边学，我真的很多东西是真的边拍边学。我从一开始演戏的时候，我连剧本怎么看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所以你说最一开始有热爱吗？并没有。我觉得这个热忱真的是，越边拍然后边学习，然后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，你就会有那种很棒的成就感，然后那个成就感就会当成一个动力，这样子把你一点一点这样子往前推。因为《妹妹自己》其实算一部蛮好的戏剧，然后在那么短时间就可以打开你的知名度，你觉得自己成功的关键是什么？我并不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候有多成功，我只是觉得我很幸运的有参与到那部戏。老实说，那时候播出之后，我每一集看播出啊，我都超后悔的，我超多懊悔的地方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的状态，就是拍了那部戏，所以我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些直觉反应，讲难听一点就是用蛮力在演戏，很用力。会开始对自己比较有信心一点，应该是从跟小弟老师的《梦里的以前老墙》吧。小弟老师完全开发了我大脑的一个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被打开的东西。小弟老师帮助我去思考演员该有的逻辑，跟演员该有的感受度。3个月被拍到，那跟他的状况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很好啊。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两个的兴趣很相同吧，我们的成长背景也很像。他是台湾人，但是他在国外长大，然后他在上海工作，所以我觉得光是长大这个背景，我觉得就还蛮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两个人的价值观、生活态度也会比较类似。还是先认识吧，我觉得两个人有没有要走一辈子，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很多的相处，还需要很多的观察。因为我自己是单亲嘛，所以我单亲家庭出来的，所以我对于婚姻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会更小心，然后我会希望是就是真的在最适合的那个时候，我才会决定要走入婚姻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要认识、要磨合、要彼此相处才会知道。